讲到这中度风台小犬，目前当咧这牛栏鼻东南东风的海面上，北向这西北向来刷过来。气象署预告讲，这小犬将有可能伫咧台湾的东南部去打来登陆。上近拜深见的时阵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拜二下晡发布陆上警报。那拜三时的时阵风雨上明显。因为这届呢是受到这风台还有东北季风影响，所以来规礼拜拢有可能会落雨。8月因为吹东北季风，温度较凉冷，到拜二开始受中度风台小犬的外围环流影响，全台湾拢会有落雨的情形。风台目前是伫咧高原片东南东边770公里的海面上往西北向扫过来。气象署预告小犬风台真有可能会按台湾东南部登陆，加做今年第2个登陆的风台。上近伫8月暗地发布海警，拜二下晡发布陆警。海警的状况，我们预估就是今天的这个比较偏向是晚间深夜到明天清晨的这一段路径，我们目前预估有可能会是在3号的白天，那比较偏向是在下午的时候，花东部分跟恒春半岛整个东半部地区降也是偏大的，那这一下风力的也是会在比较强一些些。气象署表示，拜三、拜四受风台本体的影响，塌风落雨的情形会上强，全台湾拢会落雨。气象署特别提醒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可能出现大水或等级以上的情形。预估到拜五、拜六风台才会慢慢离开台湾，到时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原来是会落雨。4号、5号后面这段期间，台湾附近的风浪是有可能达到6米以上这样子的浪高哦，所以提醒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在海警开始发布之后呢，这种风浪的情况会提升的非常非常显著，而且非常的快哦。气象署特别呼吁民众要特别注意风影的情形，因为这届风台小犬的暴风圈真大，所动的速度嘛较紧，沿海都要注意防灾。而且这届因为当时受到风台甲东北季风的影响，有个刷来雨水会落几礼拜。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